顺着那个的感觉玩出来。丝线在纸板上缠绕出各式图样。传统客家缠花多半是小巧的细件，施笔节偏偏决定玩大的。那我可以来尝试把缠花小品的东西放大。要放这么大？我原本是想把它变成是在我们衣服的设计上，然后其实想的跟做出来的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回想才学的缠花的基础课程，就挑战比基本型小叶片大几十倍的作品，折磨了好几个月。看我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我有什么样的能耐，然后我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。创作冲动被召唤，无师也能自通。专精的金属线工艺也是自己这么摸索出来的。铜线的刚，丝线的柔，中与西的结合，再搭配水晶和蕾丝，缠花有了时尚美。我也尝试着去把缠花更生活化，不只是我们可以佩戴的饰品，它甚至可以变成是家里可以装饰的东西。客家新娘的发簪、安凤的贡花有更活泼的表现。金属线缠绕不买工具，靠一根筷子搞定，更是客家媳妇就地取材的能力。你应该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赞美，对不对？哪个注依靠？刚开始是有做的啊，你的手很巧，因为常常有做。包括指甲，还有这个串珠，全部都是手工，自己一个一个的珠子这样子串出来，然后缠花是一朵一朵的。作品办展览，时常还义卖来推广，用新奇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接触缠花。对施玉洁而言，得到的成就感远远胜过卖作品做生意。缠花在客家的嫁娶礼俗中扮演重要角色，而施玉洁将它融入了更多日常生活的实用性，也为缠花开创了美丽的异想世界。两根树依靠，该黑死是有周蛋；两根树依靠，该黑死是有周蛋。